老热打擂台，老热穷下来。大家好，大家好。哦，经过上礼拜年度冠军比赛比赛了哈。嘿，再也不是比赛耶。对啦，啊，喊你更要比啦。今天要比吗？下礼拜冇比天天啦。哦，下礼拜冇比天天下礼拜是开始要比的啦。该下礼拜要做嘛个东西咧？下礼拜特别企划，安尼有抢到安尼个送一季的年度的，也就参赛朋友转来呢节目从后堂的歌本他个堂。好，请好。唔单止安尼呢，嘿，也就参赛朋友呢，嘿，我听安尼也就平常时抽到给大家吼，人模人样的就，嘿，安尼评审欣赏，嘿，系啊，冲下来。他家较少有谈到其他唱歌的，特别做要批评人听听，哦，对吧？明日就好好来谈能 CV 唱歌的。好了，一开始比赛喊介绍欣赏嘛，应该不是的吧？喊你介绍啊，介绍。跟等下全部都出来啦，介绍嘛个啦，哈。猜的来介绍。一家小欣赏，起这位欣赏，起四位欣赏，六位的欣赏。第一组呢，嘿。我本他个谈到后堂的歌係乜嘢呢？起四位欣赏老刘飞琴，今日要来唱黑山黑茶黑发。我嚟谈看下佢用咩表現來。冉冉太太淚開山茶坊，拋開白漿隱隱愛。冉冉太太淚開山茶坊，風蓋搖搖擺擺的聲。阿公在樹下泡茶，阿婆在順頭點茶水，韓國嘅人唱錯我。茶香還的花香，因係是茶崩瓜子，愛是茶困法。人人太太淚嘅山茶花。比賽靠馬沙後來，人人太太淚嘅山茶花，一淚兩淚三淚四淚。阿公的樹下泡茶，阿婆的順帶有點雜事，韓國嘅人是走我，奇怪在用愛的發用，因為是茶崩瓜子，愛是茶困法。三個悠悠中天春啊，茶園茶有個天空下，發酵你的春天花意，迎年流年安排的離開了。阿公的樹下泡茶，阿婆的順頭等茶時，韓國嘅人唱錯我，奇怪的茶香還的發好香，因係是茶崩瓜子，愛係是茶，祝你幸福快樂。哇，哎呦，好和谐的画面哦！天啊，这样唱下去，我等一下怎么唱啊？我。对啊。对。就感觉上就是好像两位熟女姐妹一样。就姐妹就好了，欣赏。加熟女就马上
脸白了一好半像。两位姐妹一样，安尼。刚一條歌唱有假音樂嘅另外一條歌嘅歌詞啊。亚述国会本上写迄本小阿姨的嘛，下本就写五月新娘。也摆要托举的歌位，其實做比地講，其實唱配音的歌位，其實壓力冇強太。有上時啊，就唱雨橋啊，嘛個歌位搞到本家神風氣，嘛個歌位就冇通用誒，就唱假歌位用誒啊。其實他等一下會有一首會差不多這樣子哦。真的，還好我夠兇，還好你夠兇。係啊，所以講其實唱配音的歌位係切㗎，我唱到精神地步啦。所以唔是想講，係咪唱配音的歌就一定會唱這個很好。裡面真的有史以來哦，先吃菜一擺。錯啊！其實上個禮拜佢比賽，我就知道佢有做到我想愛看到的靈魂。對，尤其你看，你看按西部的推動客家文化真的較多嘛吼。對，東部來講，推動客家文化，也全可以。提安呢，世輝老師同能說客家人呢，吼，真的是客家肢體很幸福。係啊。感謝呢花蓮地區哈，這個世輝老師在推廣我們的客家文化，然後唐共一些活動還是陸續的在策劃跟籌備當中，對不對？目前係安尼啦，其實因為花東鴉片吼，較辛苦的地方係我偷到資源，就係尋到資源較難，所以像去年我老葉日中老師共下合作下嘅專心嘅係因為安尼關係。講到童謠，會前面講啲也本身啲活動，佢大家有搞生意呢，就其實應該做嘅事情應該到世輝老師差不多，然後對象也是小朋友多。是。你今天好像跟那個世輝老師要合唱，可不可以安撫衰唔在？有啊，還有那麼嚴重嗎？因為我沒有跟別人一起唱過歌。上次沒有。沒有咩？都沒有。雨橋嗎？只有我沒有跟雨橋一起唱，我都沒有。我只有跟雙胞胎。哦，自己的西港聲音呢？從真的啊。所以跟世輝老師唱，我就覺得，K 動來說呢，我就覺得我很安全。難怪看你今天這麼自在。就很安全，因為那時候。玉賢把那個老師錄的，玉賢就是玉賢，我要感謝玉賢。你要先哭2秒。你把他帶回家好了啦。因為他就把那個老師錄的那個全部來彈，還是彈的哇，原來那個歌可以長成這樣。對，所以一個靈感啦。對，不一樣的，都冇共用。係啊，今日本來有彈到冇共用嘅感覺嘅一條歌曲啊，多謝兩位呢，謝謝啦啊。謝謝我太家。按觀眾朋友福氣啦哈，對啊，你節目上看得到哦，好，睇你節目看唔到哦，對哦，哦，按你兩位唱完，就換下兩位。快下一組嘅表演，好精彩哦！慢言咧，介紹下你。慢言啊，下一組係。你想介紹慢言，點名啊，就一個唱完，然後你就點啊，點兵點將。你的同仁們。啊，羅桂麗先生。譬如妹妹帶來嘅係平宜蛋點工，平宜多田港，係豬。哎呀，大哥之前哦。佢隻歌冇咁樣嘛。哦，來。來，窮下2、2。好了。好啦，羅桂麗先生同譬如我產生乜嘅火花呢？就睇啦。風剛剛吹動你的頭髮，你緊緊握着愛嘅雙手，下兩三點點去猜呀趁呀嘅夢影嘅路口，唔知愛講乜愛，才能說出心中的不捨。你千萬離開我的生活，我不會忘記你的笑容。下兩三點點去猜呀尋呀嘅夢影嘅路口，愛我遠遠記得。
走过的梦。说再见吧，别管我脸上的泪。你就哭吧，我的心和你一样痛。明天以后，只能困在胸边胸压你，紧握着你的手，止不住我的泪。拼一斗天光。你千万离开我的生活，我不会忘记你的笑容。下亮三點點去猜呀尋呀嘅無影嘅路光，愛不願言記得，讓你窮下走過嘅夢。說再見吧，別管我臉上的淚。你就哭吧，我的心和你一樣痛。明天以後，只能困在胸邊胸壓你，緊握着你的手，止不住我的淚。拼一斗天光。說再見吧，別管我臉上的淚。你就哭吧，我的心和你一樣痛。明天以後，只能困在胸邊胸壓你，緊握着你的手，止不住我的淚。拼一斗天光。谢谢。刚刚那个1000是有没有看到情侣的感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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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吗？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吗？玉贤说，老牛吃嫩草。哎，跟那些情侣啊，不是吗？那是玉贤，整个棚都是玉贤的风采。哎，我老实讲，我第一摆老配音创下是国剧哈，哎对，我要问你，你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态？就情侣啊，哦，就把它当老少配就知道了。哎呀，就哎在这个舞那你真的台上的老牛当下，啊，就讲黑美情侣的进入那个情侣情侣的感情境就知道对呀了。，哎，演什么要像什么。我一直跟配音讲说，今天不要把我当评审老师，我就是你男朋友，你就是我女朋友，要把那个 feel 唱出来。哎，我觉得他不错，你觉得他给是你的周豆了，菜吗？是不是不错？妈妈在那边是妈妈今年有陪我。他人说不是，我的偶像啦，哎呀，偶像，反正赛比哇完他太多人的偶像了。真的是啦。对啊，你真看的是哦也是黄瑜娟的偶像。其实亚叔国共呢，他是我在专科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哦，专科啊他是用我本来一直是用华语写的，亚叔国语原名叫做《只能陪你到天亮》。哦，就是男女朋友最后一夜，然后过到天亮，就是小倩那首叫什么啊？小倩，小倩啊，又倩倩女幽女幽魂魂那什么？倩女幽魂，那个什么到天亮，你要说狗月下名贵恋，没了，然后你，这是什么？然后呢？然后就是拄到于娟出专辑的时候，香港于娟让我讲，其实我表演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曲，哦我就把歌词稍微改一下，旋律大概就是这样了，和弦进行差不多也还按呢。女生的部分很高哎。对，对啊女生的部分很高啊。更后台其实配已经降下来了，原 key 哦它的原 key 是 G 调，今天有降2个音下来，上 F 调。哦，因为那个配音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唱到高音的时候，你看会怕大家都发现说，这比赛一路下来，当然进步也是
动态啦。但是米白给到狗音的时间就注意哪边就来了，鼻音就来了。配云给一次唱过哈，中低音没有问题哈。就刚刚那一首好了哈。副歌怎么唱？副歌怎么唱？再见吧，别管我脸上的泪。你这是还好，就是中低音。如果再高一点的 key， 说再见吧，是不是就来了？别管我脸上的泪。就来了，就跑到这里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用想象，用脑袋告诉自己，声音不要从这边出来，是从喉咙深处出来。说再见吧，鼻音对不对？不要鼻音嘛，就想不要鼻音，不要鼻音，把鼻子拿掉。说再见吧，就跑到喉咙的后腔去了。说再见吧，在鼻子。说再见吧，就在喉咙啊。再试一次，这很难呢。说再见吧，好一点点。好多了。虽然不是那个 key， 可是就是不是从鼻子出来了。你们想试吗？你们每个人都在练习。来，你要试啊！就刚刚那个 key 哦。场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对啊。他刚开始。说再见吧。是不是？你看，不一定要鼻子嘛，对不对？不一定要鼻子嘛。你看他现在做的就很好。来，你这一句我最佩服你了。你之前唱那么多歌，我都没佩服过你，这一句我好佩服。其实场君做些同学的厉害，一开始的比赛时间，他的声音是真是又扁又平的这种那不知道他这么多的历练，他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我觉得你时代好追得了场君，好好的聊一下。要不然你就选一些那种鼻音的歌路的歌嘛。例如蔡秋凤哦，你高凌风啊，好，还有邓紫棋没走的啦。邓紫棋对。好了，加油了，佩瑜，还是跟老师一定学到很多了，一定学到很多。哎呀，谢谢两位带来安后堂，谢谢，啊那向我来介绍下一组的嘛，呢？来，下一组就系，哎呀，你朋友啊，朋友，咩你朋友？你妈爱朋友啊，嘿，徐哲慧老师，请这位欣赏老林声要带来头白给你。来弹看啦还记得你。像新密同样啊，你要怎样把它的特色凸显出来？你如果说他每个重点都在身上，妆也很棒，什么都很棒，除了某冲掉不好意思，我要指你。我有做个功课。是哦，那该功课。找到了这个素食的。这张好像难民的感觉，然后没有吃饱一样。还记得
给你。想讲给你，其实甲本好，不要动哦，不要动哦，不要动哦，就这样哦，这样等天光哦。好，等天光。哎呀，我们也可以这样等天。哎，你可以靠着我等天光啊！你看。哎嘿，一暝等天光，哎，哎，一暝等天心光啊，头乱纷纷。啊乱混混呐。你的金曲歌后，你不要破坏你自己的歌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能够跟金曲歌后唱国外是才懂欢喜啊。为什么？哎，对哦，我今天主角在这，马上变形。你不要这样子，我待会会跟真的金曲歌后唱歌。对，哎，这位老师按多做的线，这么偏偏做献技咧。嘿啊，冇啦，因為其實各位參賽者係特別都有講到啊，有合作過嘅，不過佢一出嚟都冇。盲是合過。係盲合過。哎呦，因為佢踢，因為佢有假設嘅啦，亂講。冇啦，我講因為佢唱歌嘅係藝，譬如一開始藝堂佢唱歌嘅，佢就較多技巧，哦，較多自家人生嘅經驗。是。佢唱嘅表現動到嘅東西，唔講係特別講，迄太多東西啲神可以除非變冇特色。對，就像新米共用啊，大概什麼大概形容都冇共用。對，你要怎樣把它的特色凸顯出來？你如果說它每個重點都在身上，妝也很棒，什麼都很棒，除非某衝掉。啊，不好意思，我要指你。不要再每次 cue 我，還是我好 cue 的。他不是說他第一次把那個新蜜畫成跟歌仔戲一演歌樣。仔戲，第三有玲珑的那個，對，古時候講入邊給沖涼書狗坑，還沒吃到，哎，好像還蠻不錯。那個 Helper 田樹啊，然後靠肩，那是後來很懂刺眼，我們沒有講好，對不對？就是直接靠過去了。最怕就是自然這件事情。沒，我意思是講唱歌要唱你愛搖要唱入歌的情境，然後很自然的表現。哦，那你這樣剛剛靠進去，那你男朋友看到不是？哦，鼓手講我剛唔敢看見。有啊，他剛本來在錄影，他現在不錄了。對，開玩笑對你來講不好背哈，歌詞。正經，模糊拍哈。對，不好背。用白模糊拍，因為就一直調白音，因為懂每個都瓊，一樣因為懂瓊段落也很像，嘿，哦，所以就幾個旋律在那邊跑。對，所以我就用個快速法，用板快速法。第一個字把它圈起來。學一下快速法。第一個字把它圈起來，毛愛愛會，加想再想。毛愛愛會，毛加想再想。在家裡想的又想，對，這樣就會把這首歌背起來。毛愛愛會，什麼叫毛？毛愛愛會。不是，家鄉家鄉，毛愛愛會，就是偷白給你，毛邊蒼蒼，毛頭白給你，愛看你，走太遠，對，頭白給你，毛愛在毛想再想，
毛爱想，然后爱毛爱会愛劇尾槍，对爱爱會條白嘅嘿，耳，愛執法送我本想會執法啊，毛會愛想，毛愛會，毛愛會哦，对，那下一个就是家想再想，想，哦，哎，這個還蠻厲害的，长头诗啊，對，這個而且亞哥央以這個底，他在幹什麼？正經其他呢，人我不知道在毛什麼。哇，对唐鐵了有冇講你？结果他把毛爱爱会唱出来。唔會啦，好啦，好了啦，老的要唱歌的啦。正經哈。对对对，我们年轻的唱完了嘛，对不对？我们要尊重一下老人。正經正經，是是是對對對，所以我們在尊敬當中要有一點點讓他，不要讓他覺得我們覺得他老。那時候我們在介紹的時候都要立正站好，然後要用非常輕鬆的態度來介紹嗨主哦，因為佢做嘅係吊帶夫。能介紹，能介紹。那後來哎，介紹嘅係你要介紹你的同學，我介紹老師，好不好？好來介紹葉家秀先生，潘怡涵，嘿，帶嚟乜個？嫁婆嘅胖虎版。哎呦，佢黑打扮呢，有人彈翻啦哦。時時海風攀虎帆，爬龍腳沙灘。海波潮進左山坑，單北去到隔橋車。做了海水嘅愛衝蕩，上去上船又上命。幾樣轉遠遠喊喊嘅無糖，就緣腳點兩對半。該是家婆藝術從，藝術偏愛下。擦腳陽光塔向臉暗，暖暖嘅澎湖灣。熱闊腳尖是熱波嘅笑聲，騎摩天嘅樂觀。做勞動一路海平，南嘅公轉播呀。澎湖灣，澎湖灣，家婆嘅澎湖灣。就愛些些是太太嘅理想，陽光陽光沙灘，雜談海浪聲音中，看電影都容命的灣。時時風景澎湖灣，拍浪腳沙灘。海風潮清從山看，斑白天路架秋千。錯了門前嘅愛衝蕩，上去上船就上命。夜用是暖暖寒寒嘅波濤，有緣有緣兩對半。是家婆藝術創，藝術偏愛下。擦腳陽光塔向臉寒，暖暖嘅澎湖灣。一副腳一步嘅瀟灑，看到啲嘅樂觀。做勞動一路海平，南嘅公轉播呀。澎湖灣，澎湖灣，家婆嘅澎湖灣。就愛些些是太太嘅理想，陽光陽光沙灘，沙灘海浪聲音中，看電影都容命的灣。澎湖灣，澎湖灣，家婆嘅澎湖灣。就愛些些是太太嘅理想，陽光陽光沙灘，沙灘海浪聲音中，看電影都容命的灣。老顽童啊，
啊，你好感哦，哈，好搞哦，好搞哦我刚讲啊，video 啊吼，明白我有做个功课，哎呦，哦是哦，马该功课，哦找到了这个40-50是的年的，哦，对啊，感动感动嘿，有个厉害了哈。拍摄吼，哦，以前有点像那个呢，还有杨代刚有正面那种感觉，有杨正面吗？代刚，杨代干，哦，嘿，哎，这个两哦，哦对，好像香蕉哦。对啊，这张好像难民的感觉，好像没有吃饱一样，瘦的这样刚。谈了3天3夜的那一种，有没有？我在餐厅秀的时候刚刚从金门当兵回来，哦，这是当兵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嘿对嘿被，磨练过后，哦，哦，这张就比较好看一点。这个就有梳洗过了，哎，是，给大自然的现实性。哇哎呦，这都好改了吗？哎呦，青头记还生年的呢。嗯对啊，哦，这个对啊唐贡这3张保存下来的话，未来哈会很有价值性。哦，那当然，等到100年之后啊。对，啊去毛安讲，去毛安讲嘿，哎，那条真的经典歌曲呢。对啊哎，真的客家词的加下张金米张反的嘛对。啊，头一摆发表啊，哦，真的啊。而且针对他，哦，因为我姓潘新吗？要出国的歌，你知道连国语吼，哎，嗯，出去吼真的很不容易唱，哎，你还要改那诗个心斗啊，改客家话对啊，都太而且困难呢。而且要照要原来的意思差不多。哦不过慢慢发现说这首歌哦，刚刚太快了很难嘿，很难，太快了。他都唱太快是什么他唱错一点点，我唱错蛮多的。唔，他搞乜嘢？因為天幣創作，天幣表現啊，對啊對冇？啊，给诗案斗啊，很所以我刚刚回头一直跟密密麻麻孔锵跟小康老师说，我们下次换一个版本，浪漫一点的，哦，哦，浪漫一點，浪还好漫一點。今天你不是有什麼跟我唱浪漫一點不要这样，是不是？我会吓死胖夫胖胖夫吧，吧，家婆嘅胖夫吧。还不还哎，长顺还有家婆。哎，講真係當皮膚係你創作人呢。真的，哎，我外婆澎湖灣，澎湖忙死一個，下給勇士下個忙死一個忙死一個，哎，忙死一個，有辦法寫出一條歌啊，很經典的歌。可是我朋友胖胖啊，回来叙述给你听的。其實走下來，其實他把他的前半生的故事，鬼下老阿講真的好厲害啊哦，真的。我是第一感動就是他講到嫁婆的事情。哦，因為給嫁婆的腳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拄一根拐杖。是，啊，不過另外一隻手，他說永遠走在沙灘上，怕他跌倒，一定要牽着他，所以腳印永遠就2對半。哦哎，感覺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廖樹國主機，哎，鬼哈最重要的地方是從2對半開始這樣子。啊，另外講哎，從這個歌曲啊要重寫的時候，對，我特別喜歡遺憾。啊，所以你特別挑他，是不是？阿公特别喜欢你。我是講特別為他寫的，因為我覺得被古人喜歡也不錯。不能就阿公喜歡哎不根本錯了，你們在笑我穿這個，哪有？來，你還要跟我們是搭得很好，搭得搭很好。的非常好啊，也是有故事性的哎呦一哦。好好，對，這不是有老船長嘛？对我。是帶着回憶的老船長年輕的時候的樣子，這樣不行，我犧牲很大呢。哦天哪，对你真的好有構思。啊，你看他頭髮弄得這個像阿婆啊，老了的嫁婆啊。下水啊！好，那老師來給我介紹。好，來，好俺介紹，哦，這個重要哦，的。下一組不得了，不得了，嘿，很多兩個都金曲歌我后，没有我我介我只是入围他介紹他同學了，啊，哎我來介紹那個太偉大的女太偉大，生了，太偉大。我那個孫女哈哎，客家甜心朱海軍，哎呦，老賴雨橋，我帶了乜嘅歌咧？一盆一堆花，一縷花嘛，一堆花，一我想朵花， 18的姑娘，不是一縷花啦沒有，就一朵花。哦我原本是我的闽南语歌，然后由罗国立老师把它改成客家词，特別為了俺的金本夜節目改客家詞哦。对，改很久了啦。然後我也有唱過客家版，哎呦，对，在外面的時候，哦，哎，來彈看啦，彈看啦。頗受好評哦啊，，有重新編曲過嗎？全部編過了。全編過。对，而且今因天為如果那考慮以前要全部
小康老师这团全部换掉。没有，我是让你时间喝咖啡哎。哦，对啊所以等一下一朵花是不是？哎，好来，弹过来呀，跳歌的，哎，过边伊迄位嘛个凤面，好来弹过来。俩下愛老太家小記一下，聽到個吉他手葉草。愛係一類發了聲音，屬於你，天涯海角愛，冬夜一颦一筆，愛的花香屬於你，今生只愛你。愛係淚發希望你，兩相依，愛圖你看素行千載萬歲，相偎相依，永遠盼相隨。我們的低音單簧管，管，高成毅，單簧管，楊妞妞。你講愛係你心中緊張的一縷髮，你願意為我放棄整片花園，情髮暗湧甜，愛嘅一粒心，對你愛意層層。哦哦哦，情溫暖嘅芭比，我願意為你放棄整片森林，情髮暗湧真，希望你好好同享愛嘅情。愛係淚淚發了聲音，屬於你，愛愛高愛獨眼一颦一筆，愛的花香屬於你，今生只愛你。愛係一縷發希望你，兩相依，愛圖你看素行千山萬水，相偎相依，永遠盼相隨。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nder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baby, trusting me when I say, oh pretty baby, don't let me down, I pray. oh pretty baby, baby, now let's find you stay and let me love you, baby, love you, baby, love you, baby. 我是一蕊花，为你水，为你开，天涯海角阮拢愿意对你去，爱的花香属于你，今生只爱你。我是一蕊花，为你水，为你醉，要甲你牵手行千山万水，相偎相依，永远盼相随。我看你要跑到什么时候？我破杯，我很累。
感冒用丝丝，感冒感冒的用用丝丝丝丝，，感冒用丝丝，哦感冒用丝丝，哦感冒用丝丝，哦丝丝丝丝，结束，一朵花拼感冒用丝丝，成功。怎么点的嘞？点的嘞？点的嘞？哎呦哎呦，还很有味道呢。对啊，我这一朵花哦，原本是很传统的，对啊，哦，不过你然后变这样刚刚穿的也很传统啊。啊，刚刚有传统吗？没有刚没有传统啦。刚刚听海军唱英文呢，对对对对呀，哦，你4种语言都唱了，对，好，好厉害呀！谢谢啊，没想到你英文歌也会唱哎。金曲歌后，谢谢谢谢，金曲歌后，金曲歌哎，你们后。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不知道他啊，啊？他啊，啊，对啊，就是想把这个改的有趣一点啦。然后因为我们哦，你的意思是？哎，你们很会挖洞给我跳。好好讲，应该是说把它改的就是有我们大家的背景。就是说，哎，有爵士的背景、古典的背景，对然后流行的背景，是然后里面又穿插一些客家台，哎，有台语吗？没有。我刚刚最后一啊，唱，有我是对对，就是这是什么？有客家话吗？有都有。有，一定有客家话。然后我想说，这首歌可能我们就可以去世界巡回啊，对不对？哦，对，所以我们刚刚有哦，他带团就对了，是吧？对对对，龙岩啊妇女团。因为真是这首歌好，感谢那个罗国立老师帮我重新再编那个客家词，对，真的很厉害。这么是紧张，谢谢老师，谢真的谢老师。是主持这个节目可以碰到这么多这么棒的音乐人才，对真的好棒哦。对，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一样，团结起来。那可不可以有个这个想法？你要干什么？就是我刚刚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们刚刚思思改编的不好。对，我那个思思他觉得我们两个改有没有什么得不好可以改变的方式？没有没有，你那个哈，这种你的那种丝丝的疑难杂症，我觉得你还是要交给小康好。是吗？小刚老师可能会做的比较流行一点，我想要有点爵士风味的感觉。可以吗？感冒用丝丝。哒哒哒。高高，你赶快吹啊！前奏也要下啊，哒哒。干嘛用丝丝？咳嗽用丝丝。哎，为什么我唱歌你在咳？这要搭配一些音用效。丝丝，你怎么没有？你怎么没有用？闭眼用丝丝。有感冒紧张。我觉得不会有人买你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子的，青菜嘛跟狗味，就算那短短的那个广告歌，它也是可以玩不同的出。编曲方式又可以产生不同的火花哈。谢谢哇，真的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啊！还可以吗？一个表演还可以吗？还可以吗？韩州的，韩州的，老师可以吗？老师可以吗？周代吗？周代吗？周代某，周代某。好了，那还有一个陈瓮底的，到现在还没不是，表演我们是压轴了。我不知道，我本来想应该你们压轴，怎么会找他压轴？我就很奇怪嘞。哎真的是吼，头顶一道绿光的人。我想陈崇军，里面待了哦，他要歌中剧耶哎。呦，真的啊？那说阿姊抢你本爱爱，那能看吗？又要一半那个了，是哦。还是你是他的神秘贵宾？哦哦哦哦哦，看出底了。哎，我请问啥子爱去哪里？我男朋友又高又帅又有才华，奇怪，我男朋友怎么还没来？小羞羞，你人在哪？一号，我来了，我来了。谈谈悲伤那次，前面拿我们 PK。哦，PK 到货，PK 嘛来。对，我是伏地挺身的。
怎么等这么久？人怎么还没来啊？不是说好这个时间了吗？我来了。来창문射一愛去奈味，敢有人見伊喜？愛唔係新故事，嘛唔係有問題。愛單從胸會介紹我自己，認識你，因為你看來真經美麗，愛感覺有神奇。你愛的心獨立，你愛的等一飛，實實在在嘅後上你，你敢有中意？你會愛心肝噗噗跳，頂上會吐耳條，一記發空的嘴角，唔知會講乜解。你會愛心肝跳探戈，強強的吐耳條，每你，愛嘅心上愛上去上愛你，個창문射一愛去奈味，敢有人偏伊喜？愛已經有法師，做你嘅 Superman， 而永遠保護你到海角天涯，只等你疼愛下。好，快！請問你是網絡上那位小韓小姐嗎？我是網絡上的那個姓譚主唱陳昶君，你一定等我等了很久了，對不對？這位先生，你哪位啊？我已經有男朋友了，我男朋友又高又帥又有才華，奇怪，我男朋友怎麼還沒來？小羞羞，你人在哪？哎呀，一號，我來了，我來了。小羞羞，你來了。等一下，這位應該是你的阿泰吧？你講什麼？你沒有聽到嗎？他剛剛說我是他的男朋友。我們別理他，我今天準備了很多吃的，我們在旁邊坐着。哦，好。什麼？還好我來得早。觀眾朋友們，你們覺得這個有天理嗎？阿公，他剛又高又帥又有才華，不好意思，是我。好了，這個還有天理嗎？我一個姓譚主唱陳昶君，竟然會輸給一個活化石啊 ！Oh my god！ 嘿、come on！ 恰恰恰，記總係留本愛電話號碼，三險愛送去全部卡。要不愛看到佢歹勢講法，因為強將都衝伊雷發。唔係愛佇兩邊只家的看，因後生佇那後有什麼？經驗水拄做地做領阿爸，到底愛哪點比伊較差？愛老記講清白，三分記險愛發家，愛寫記愛傷心，用盡當記回答。但行愛心瘋瘋，真金唔知愛用伴做地老，愛講愛用個啥？心物嘅好好平常嘅方法，本心情自由嘅平暑假。假使講有意有上記呀，就在記憶中發一個叉。就在記憶中發一個叉，就在記憶中發一個叉。哦！為什麼？這位小姐，餅乾掉了。剛剛這位
先生在说又调戏高你，对不对？调戏讲那么难听。对啊，不认识他是谁？那这位怪阿伯又是谁呢？男朋友小羞羞，男朋友小羞羞，我们听了都害羞。又有才华，小羞羞，你那么不捡吃哦？啊，这种的你也要？这种哎，他竟然输给一个活化石，活化石你们全部都输给一个活化石。怎么会想？我就觉得那想要来客串这个，我就觉得那个本子写的有点怪怪的，我就奇怪，怎么不好是找我像曾经来糟蹋嘞，就这样。对啊，我现在不然好事还会想到你吗？哦，哎，为什么会有这一段的想法？这个应该是孟达而。且我跟你讲啊，孟达，你这个人，孟达，而且我跟你讲啊，那个摄影机可以照下来一点，对，因为故意要这样打扮，比较像痴汉一然点。后他的拉链已经拉开，故意要有这个为什么要梗，这样呢？因为配合现在演的这个角色，对，为就是比较什么要有痴汉的感觉，就是痴汉痞痞为什么会的，拉链？痞拉链坏了吗？拉链坏的呀。哎呀，对呀，但是我觉得你比较像痴汉的，你把它拉下来。不行，那个封死的那个打不开了。哦，对，哎，不过我刚刚那个第一首歌那个海蛙心瓜丢上，对对这也可以翻成客语啊，可以，搞不好英文都可以。你为什么不敢靠近他？嗯，我们这边很挤。是吗？对，我为什么不敢没有靠近他这边风？景比较漂亮，还是你想这做？边背景比较漂亮。来，我差一点吃饼干快点。好，你们继续主持哈。哎，我倒想唱一下那个呢。海蛙心瓜海丢上，蛙心瓜丢财有吗？有歌词吗？有吗？你教我一下，好不好？你说客家的吗？客家的。来啊来。哎呦，某兄都要调。你先是。哦，一起学哈。来，一起学。就把它当 KTV 这样唱啊。好，反正那个孟达会指。爱唱爱唱门下子，爱去奈味，敢有人骗你？爱唔系心故事，嘛唔系有问题。爱单枪上会介绍爱自己，眼神你，因为你看来真够美丽，爱感觉有神奇。你爱的心肚里，缘分会等是非，实实在在嘅有上意，伊敢有中意？来，你海爱心肝卜卜跳，情光爱对你走，一记把讲你最高，唔知会讲马街。你海爱心肝跳探戈，强强爱奔波，爱满意，爱嘅心上来上去上喜。我唱门写是爱去奈味，敢有人骗你？爱已经有法师，做你嘅 Superman， 会永远保护你到海角天涯，就对你疼爱他。哎呦，哎，好听呢。哎，恰恰恰。耶！好，哎，真的今天这个表现真的很棒，真的哦，这种表阿演，公真的很出色哎。嗯，你演那颗活化石，真的是演的真的炉火纯青的。简直就是真的活化石的意思，对不对？谢谢于涵呢。哎呀，谢谢你们呐，哦，对谢谢老师，谢谢我们所有的参赛朋友，应该是精英的客家精英的哈，谢谢。啊，那流行歌曲组表演的，还有传统组要看，哦，好吧？好，辛苦了哈。好了，来看一下传统组的来。好，牙到的传统组的哈刚刚。那个好过瘾哦！有一个传统组要继续嘞。传统组的莫输你啦，加流行歌曲组是动精彩哦。哎，刚讲我传统组的金明音，这个嘛要带变落哦。哎，这个要带变啊。有哦。带安胎旁我看。冇，阿公真紧。啊？我有糖到风上，糖讲油。这个带变了。这个带变了。哦，哇，今日精彩了。请好看哦，不是看过安尼哦。莫强勇的表现哦，哈。但安尼表演之前还要介绍下评审欣赏啦。好，立秋下欣赏，苍永平欣赏，陆毅欣赏，嘉琪哥欣赏。
家流行歌曲做四位先生就跳下来唱歌的表演，对吗？错。哎呀，传统做的四位先生，全部都要下来吗？冇有行下來，唔是跳下來。唔是跳下來啊！啊，唱高中也要唱啊？應該唔是彈歌唔唱誒。唱高中今日有表演嗎？有啊！哎千金難買啊，真的啦！天哪 ！Oh my god！Oh my god！其他先生他家啲喺啲節目當中有彈過哦，誒現場嘅表演，哎呦，唱高中猛神了。難得看你的那個龍口。哇，龍口！他先賣個關子，哦，有可能。等下關子底。好。來，家先講樣慢一點。也一組國寶級的，國寶級的天后來着，李秋霞先生。哦，叫屯門聽下唱。重擊歌王范景惠，向下帶來大海棠。好嘞，彈看啊哦。哦，天太光了哦！哎，我今日的天子啊，又暗好哦。啊，來請我個不用家來去做生意，有還蠻風場哦。不用家啊，不用家嘞，好風場嘞。都在罵啥？七做八做是啷個口風場？個天猛講當好所以時間嘞。哎哦，人看啊，人日頭就曬師傅嘞，還蠻風意來呀。好風場嘞！老誒，好啦，趕緊等一下，等我時裝打扮一下。好，我等你。老誒，你按做這啷個很風意來呢？啊哦，不用這樣。怎辦？你做乜打扮到安靜咯？幹要？哎哦，你唔係我去前日嘅小王啊？乜雞小王？哎呦，你都唔對哦，你係xã會邊人點啊？你用慢講啦。哎呦，唔對哦，你係冇打扮他講的哦，出去東西買唔得。有樣哦。有樣，我啷講？我有一擺個，我一個磨菜啊，我個東西啊買唔得啊，我是去請個鬧熱大擂台主持人個阿鳳姑。哎呦，要揼到阿鳳姑啊，咁樣啦。個阿鳳哥請講冇請有錢哦，唔過我去感佢買時，佢竟然講我乜嘢呢啊？講乜嘢？按路要按正要按太強。哎呦，你啷個買啊？係啊，按過冇啊？啊，佢嘅最低啊，啷個冇講咯？佢什麼嘅東西貨色啲嘛？用辦。佢好識乜嘢？好容易講哦，有說呢鋪卡成電卡。哎呦，哎呀，哎來了到。鬧熱打擂台啊，比賽按久咧，還是唔知行嘅口妹按錯哦。哎呀，所以我啷講啊，今日我推我出去哦。唔會啦，按個冇欺負我嘅不用教。係啊，所以我今日按照你情景啊，成日講哦，佢係唔係鬧安尼買，唱安尼咪攞佢唱到來。好啊，不用教，我就隨我來啦。來，跟住帶路啦。
三國來採花枝那，四個蓮花路，五個愛情歌喎，六個就娘子好，一個悲傷啊是，談談悲傷啊是，八個水上陪我哪有？心啊倒來拄啊擔，來收啊難吧。阮那高見那菜，nhà cái để phu theo hạ. 兩啊跳來劍啊帶，大師那叫比哦，當地三妹輸來命啊，給輸來命哎呦，大哎呦，兩位老啊，古董公公嘅，誒，你聽我按路啊，可冇這樣好？你送一些，你是講啊按路，用按太橋。我要跟盲文茶呢，可以讓你做題材呢。因為個燈呢本印錯印啦吧？那還有反正香香太橋嘅，當然我印錯印啦。因為你的偏東紅色，是亮綠哦。大概都是亮的。哎呀，哎，第一擺帶學生啊，嚟中國嘅用班啊。畢業我小可以好記，謝老師攏係講，佢叫冇弄記哦，弄記就起到腿當要搶佢頓咧。都是白。結果會緊張，你睇我有時候用佢搭擺下上台表演咧，比賽時其實會緊張。嗯，壓力睇啊！啊，別睇。所以有乜嘅建議都咯？唱一條歌有乜嘅建議冇？別。其實要吃鹽就好啦。吃鹽啊！初暗臨時用去教下練呢，哎呦甲口旁邊嘅臨時下冇卡。係啊，唔怕。夾來冇有做啊！臨時佬佢講喺個口拍，哎呦！所以對佢嚟講係隻壓力啦。啊，啲擺攏係對唱機啊，會緊張。今日坐到個休息室哦，我看見就面色白白。五現做咧3片出到2片。唔快些嘛，按弄見嘛東風呢，千鳳天一下計計有冇？他們有粉絲大天花板，活動邀約不完呢。他都騎重機去趕場，一年差唔多只5、6場。哎呦！那樣咁樣讀到秋下先生就冇法度啊。係啊，佢要老師啊，佢要重量級嘅老師，重量級，這件啊，勁講勁重，沒身體嘅重量啊，輩分量啊，佢不但歌聲好，佢當佢個行為去健身房去練，有他體力很好呢，我可以讓你騎到80歲。哦，那你多歲啊？體重7歲。72歲咧。哎呀，他體力很好呢。就會從頭從你客家歌，你就會後上。就會後上，你見面老唔 PK。哦，PK 當好，PK 嘛係。我是伏地挺身。哦。唔講你一條路卡的，爬上農場。你小矮，你還是看你的表演呢。小強老師，要什麼配樂？快點。他找你了。不要啦，他跟你 PK 啦。這個贏了也不是，輸了也不是，不要了。對啊，那我也不要，對不對？中的，不光彩啊，輸了你哎，別。對呀。來，大家鼓掌來。兩三下就好。我屬於的72歲老人家，咁你就唔好輸啊！我出去我要用經驗啊。我看剪，我看剪嘿，我視情況而定。對，意思講做下去就做啊，看咪做較多啊，你啊。就做幾多就做得啦。你講得很輕鬆哎。比看咪做較多的啦。好啊。咁活動多個，比如說30秒，可能做得做一道閘，
好冇？好，好冇？多得嘛。拍佢踢球啦，唔係啦，弄人家呢？呢個同埋比用都控制哈，給師傅控制。 30秒開始計時，好了。好了，開始，麥克風，那個拿呢？你個包包拿了。哦，有重。喊個。嚟，開始。預備備。1、2、算時間。 睇我是做青苔哟，做青苔，做乜計啊？哈，愛莫愛，錯莫言莫風我啦。就咱這動為跳國標舞啦。抓人呢！ 預備備，1、2，算時間，開始。1、2、阿峰個臉，加油加油！阿峰唔想後呢哈，一腔哦，看唔出來呢，有練功，很厲害耶！哎，我每天在家做假的啊。他也是啊。哎，安公是不會擦的哦。做動標準呢？應該做動標準了。哦，已經講。有看到嗎？有露出誒，有露出。有肌肉有嗎？沒偏眼的呢。二頭肌、三頭肌都有啊。muscle，但是呢，腹肌。 但是呢，他說他做的才是標準的。哎咩？冇上到要下衣有啦，我要下衣啦，要下衣啊！有上冇。他速度比較快，其實更控師傅聽聽啊。解閉來，來。解閉。OK 啦，好啦，好啦，我對他吉他好煙路啦，還是我啊，其實咪些很做來的，做得不得了。他速度也是拿捏的恰恰好。很鄭校長啦。咁望下鄭校長留喺你車線上嚟。好啦，今天一團表演非常精彩。好好看。好嚟，介紹下一團好嘛 ？OK。賴清妍團聽小妍，我帶來歌中劇《滿坡》。嘿，手槍卜卦，都練錯法。後生人來卜就太傳千，細阿姐來卜啊情意綿綿，個老人家來卜啊呀是真修年。哎，俺咩馬莎，人講俺係扮仙啊。扮仙啊！咩啦係扮仙啊？天堂是一扮，天下全是在算命先生。哎，今日啊天氣清風。 談講該鬧熱大擂台啊，千鬧熱，攞去看看啊，看要問聲你好做乜咧？來了！哎呀，愛上愛收銀機啊，實在是千萬命。加幫我老公啊，3日啦，佢就出外做生意冇賺。哎呀！ 改變有算命先生過來去問看看，我老公幾時會轉啊？哎，先生，我成日這樣清楚，要問事先就問我係冇？我請老公啦，我老公哦，今年就冇轉啦。哦，請老公係啊？好，那手機簽冇得。好啦。哦，該手兩記就好咧。手兩記係啊？哦，一出兩得，哦。 凡事何時無有何為咯？哎，細阿姐啊！哎，該幾時會做？恭喜你哦！就了幾簽冇看起來啊，該是正月辦為準哦。哎呦，正月辦為準，該咩當好該愛啦，吹爆吹少少就本結說啦。哎呦，該先生，那正月辦冇準是呢？該是半夜辦為準。哎呦！ 半夜班咪做，半夜班咪當好啊！跟月圓團圓啊，跟那係冇準又會用個啥啊？冇準哦。係啊。嗰是梅芽變都會準哦。哦，
梅啊转咯，梅啊转要当好，过年就会多嘞。哎呦，先生，那梅啊木转啊用个伞啊？哦，你啊只半样嘢实在很神奇哦。两岸有那半年船啊，门到个贵年土啊呀，莫哎用你拿个土你出来签啦，好吗？我那个先生，什么人呐？你就带路呐？我是来去。江门该新那山，新山该我的歌。喂，叫我走啊走啊走什么？江门该新那山，兄弟有几多？19等可哦。江门该新那山，泰国做乜该哟？泰国啊，泰国是做青苔哟。做青苔做乜该呀？做卫生科长。卫生科嘅科长做安泰，爱爱。你做乜嘢啊？做乜噶？做装片所的啦。啊，装片所嘅爱莫爱。江门嘅新那山，嘅五个做乜嘅呀？五个做汉下太哟。做汉下太，嘅做乜嘅呀？叫做重兵马太元帅。啊，重兵马太元帅啊！哎呦，cái anh tay ngày ơi ngày ơi. Cái做乜嘢啊？做乜嘅？cái chuyện kia phải撞阿媽啦。嚇，乜嘅啊？撞阿媽，冇愛。江門嘅新那山嘅叫果做乜嘅呀？叫果啊？係啊。叫果都澎湃水木喎。澎湃水木。係喎。cái用辦公啊？佢是國民先生咩？哎呦，我太人啲你，冇愛安靜。冇愛啊！冇愛是我現場點一隻本人啊，好冇？該超好呢？該隻好冇？哎呦，該隻哦，該時裝做到個安排條，羅嚟啊要帶領到個有錢人啊，我配唔上啦。冇愛啊！配唔上。我前面隻哦，阿鳳姑好冇？哎呦！阿鳳姑嘅啊！哎呦，佢要後生，要現導，哎呦，愛，唔過先生啊，佢阿鳳姑嘅啊，要後生要現導啊，佢好羅馬是唔啲太巧妙哦，唔啲太巧咯，係呀，我睇佢隻講是講緊7、8隻天天哦，啊未愛7、8隻會講先愛，冇愛，要冇愛，冇嗰點解隻好嘛？好愛數字，好，愛，哎呦，要係你，冇愛，冇愛啊，真嘅冇愛，冇愛嚟裝了。哎呦，先生，唔好按中擦呐，計啊，前冇老公啊，老佢行啊，咩多歲會有感情嘅呀？佢前冇老公啊，冇下公下食咩好？下食喎，先生，啊，好呐，好係啊。先生啊，娘子啊，鳳啊了，上啊了，呀死，這是來衣櫃，風流做什麼啊？哎呀，好位啊！雙陽生得嚟啊！哎呦，哎呦，兩邊我按腔咯。啊，人家表演咧都已經算係專業級嘅咧。係啊，專業咪個。係啊，人家所以人家有直接啲攞去表演嘛。冇第一次啊，係第一擺係。啊，之前唔知㗎有表演過嘛？像那種東西，冇，有按腔咯。個肚多嘅，頭先我想講海橋，我一下想唔到佢嘛個名。哦，冇係講海橋講其實要7、8隻哦。7、8隻我講死啊！我個石頭誒，19隻。講出嚟啦，嗰度 OK 啦，哎呀，即係人咁講，哎，你到去拉，我講我要殺咩？按攞杯到，我唔掂。冇想好清楚。冇想好。用啥想法係你咩？係啊，嚇，
这个有剧本啊，有剧本的，有剧本哎，剧本19分钟，给制作单位讲15分钟是按做对咯，跟他到你到按到的。所以家真的吼，感觉起来非常的精彩。当然在啲安尼节目中啊，看到安尼表现，以后有机会接来呗，好冇？好，按姿势两位，多谢。我哋今晚就介绍下一组啦。下一组嘛，厉害嚟咯，分享羅盈盈、曲蘭一帶來跳舞。好亮嘅跳落可能。太子，你記唔記得我做乜嘅？對，跳舞啊！哦，跳舞哦，好。是那酒啊，爱那是那中热不情咯啦，采花爱采来苗啊，但那心么大哟哟。是那酒啊，爱那是那夜归呀跟那啦，三年夜来唔好为那son咯，那哎哟哟，哎呦，日就暗好哦。哎呦，来吃香看哦。好吗？好啊，来哟，来哟。是那酒哦，爱那是咯，苍茫夜落风哦那，看见阿妹来好笑那容哦那哎哟哟。酒那烟咯，钱那里哟，来香罗飞哟那，莫言对面来不咯，香那风哦那哎哟哟。哎呦，一通表演又咳斷。才安全的。不過我有壓力呢。因為壓力，乜壓力？因為橋蘭在檔位跳舞。哎呦，所以嘿哦，從你愛講一些，你家冇跳舞啊？你跳到冇律動很好。係啊，你家冇跳一下，我嚟跳一下，跳一下。你看你們跳乜嘅呀？乜個節奏？乜個節奏？看你要出乜個街舞。哎呦，看要出乜個節奏？我記得他要出什麼節奏，他都可以跳。拿麥克風。嘿，冇配紅的冇小強老師。林桂蘭沒有來。不是川藏就林桂蘭。咩？橋蘭在檔位跳國標舞啦。國標舞係啦，倫巴。恰恰倫巴，全部搞在一起。哎呦，有冇音樂？那個。
他真的会的。哎呀呀，买谁人啊？没脸躲嘞。哎呦，他真的会嘞。他平常这样子，没想到都在装的。不是他的话都在他的脚步哎，哎你的脚表现的比你的口才还好哎，你用这个脚气，这个脚才的话，哇，哎呦，厉害厉害厉害！所以讲系咩？压力动态，长龙哈，哎呀，压力很大。啊，哪有？那你唱的比他好啊？不是，喂，对，老师本来老师要唱比较好啊，他唱的比他好是应该的。老師要學多麥雞毛啊，一條歌啊，要學多麥雞毛。誒要啊，要嘛，學個挑戰啊，跳，要學到一條歌啊，你。係啊。咩啦？本來你哋解上嚟唱乜嘅歌嘅時節，就想講啊，當到成每一隊唱嘅歌，大家都點啊？固守肯定啊，吼，我就失戀歌啊，十年嘅故人啊，那就想唱無腔樣嘅。所以一條歌係先特別唱下唱嘅。係啊，因為兩條歌係客家戲當中嘅一隻。有故事啊？有，係。我動唱嗎？比跳繩跳舞短。對，其實跳舞係按你客家戲當中嘅一出戲啦，係按你唱嘅就係佢嘅主題曲。係，其實佢本來係中山龍老舊太姐強下來唱嘅歌，咁嗰啲歌詞呢，我就撈佢改做全部係舊嘅歌詞，係我就撈佢講，橋人即係講唔當奇怪嘛，我唔會啊，你就上座，你兩個係。9+5，所以頭多你剛才係9+5啊，係啊，因為媽媽生係吧？你買酒，係啦，就係個紅牌。哎，她是我姐姐。係買酒，我真等你的拳定擺槍嘅。好啦，今日真係當精彩表演哈，大家有冇看到無共樣嘅感覺？好，來撒下來揾乜嘢呢？恰缺嘅先生，嗱，我們的年度總冠軍林采莉，我帶嚟三腳踩踩。來，彈我啦。頭發開來腳發那裡望，哎，我必招踢你，必招踢你。老年大擂台嘅戰那麼啊！來去哦！樹卡了也給掉那邊啊！愛愛到河邊啊！愛愛了來那掉啊！你給睇沙邊啊！日日來去掉嘅哦！講唔好掉那，現在了一雙牙叫啊，講起愛看來天啊。啊！我就係按到阿國歌，將世大彩跳舞幾沙河，每日啦河巴順，時時有傻傻，就係看有嘅愛好雕模。唉，上藝今年已經有50多，
多见寒气单身哥啊，洗米煮饭吃家婆，想起食材真才哥。唉，来到也太好顺了，家啊，我家那货就来准备好。哎，孙嫂看有呀个美丽以后调转你做老婆么？来了。彩礼，大家就係愛領兩禮啦。我嘅阿爸按到領地，阿公啊就係嘅領班官。就是啊，我嘅阿妹係愛到河順洗衫褲。今晡日天時食材當好，家家衫褲就哪裡洗？哎，唔地迄周順啊，冇擺到北宮去冇，多見是全雕冇。唉，人講雕唔愛耐心嘛，再來慢慢嚟雕看下哎。哦，別走題咧，別走題咧。哦，钓到了，钓到了！哎呀，把cái了，啊，太美哦！哎哦，让我钓到一两人家嘅衫褲啊！哎，乜人按過冇啊？係。將我嘅衫褲來條冇？啊哦，小子，你喺人嘅衫褲水上坡。多多幫我嘅雕線來叫多，唔係我老二條毛，這才是你眼光我。哦，原來係安樣哦。係啦。哎呦，佢係愛錯怪太公義咧。唔會查。哦，來呀雕你，真是看到你寫字安講吧，咩寫字唱高你。要結婚嘛？哎呦，今年萬家啦。你今年萬家？我老二講，我咩幾年忙拖，按樣看哦，幾日衫褲幫我雕到，也係表示講，也係天賜良緣啊！阿公講得有理啦，真是姻緣一線牽。那裡望，阿哥來相愛，身上係兩三行，你相來曖昧，鴛鴦哪裡真？你相來曖昧，相哪裡藏？妹長妹，三來曖昧，流量哪裡放啊？得喲，有看到嗎？有看
阿老妹，我愛唔係嗰條東西，見我麻雞呢？而在堂的。桃花開來，落花那裡望，綿綿嘅老妹要記兩三行，老妹嘅樣數當地嘅樣真，老妹嘅眼神當地嘅小丫床。妹長妹，讓你高興，救命那地方啊得喲！眼淚就係呀，嘿那唔可以擦啦。心肝阿哥，兒娘為安啲，係啲咯，你哋嘅老妹要嘅好東西，可以要講嘅。精彩，哇，好专业哦。嘿，有枪哦，有枪嘛，大班起来，哎，真的有枪啊！钓竿，哎呀，以前呢，人的钓柄哈，全部用家族的做的，哎，真的，也係用家族的，哎，兩支接起來，哎呦，安尼钓得到嘅哦。哦呀，真的钓得到，嘿，因為以前網有卡綁的啦，也那個去釣，對，cái纖維冇給做，但是那個釣較太條啊，都綁啊，咩？迄太條用軌機的人做的，也係釣死的啦。哦，要有釣過，係要哦，冇釣叫長夫釣皮。哎呀，個釣過按粗咯。沒粗，也那種講，也係用原先的釣的是，做唔係真實的釣的啊。哦，唔重嘅，有樣。釣到空呀地度。也按照雷公，哦，對，啊，特別是會作下工啊，有嘅冇嘅。對，就用一做，也好入得出唔得，佢也係有一笪雷公喺。入得落去出唔得。對，也係因為藝術上講，我爸爸當時做啊，做起來以後，我就講，既然有雷公做咧。演繹出三腳採茶嘛，所以人有冇開播都做。也係我爸爸留下唔係。記得。你買啊？你買，也千叫嘅啦。也深夜咧。因為有啲當嗰個灰塵都污得咧。黃長黃啊你。表示有年代啊。有啊，有價值性嘅嗬。替拜屯蔡李強啊合唱嗎？合唱係其實。老搭檔還是大鼓也有唱過啦，哈，但是真是時代下，我就同你講過，因為人唱歌嘅，結構唱歌嘅東西哦，還有一啲hand土啦，不如做一啲三腳採茶呵，弄俾人手大家快樂就好嘛，所以講在啲也有啦，有時要出去，也出去咧張信做嘅啦，張信做嘅啦，就像講，唔講乜個。桃花過土啦，也送鹽菜滿卜啦，當導演會去做嘛，嘅人做也冇人要嚟就錢咯，尤其嘅菜籃喺阿婆做到件咧，嘿，有咩幾幫嘢咧？幾幫嘢菜籃？哎呀，嗰時嘛係阿婆嘅，好，多謝，嘿，用按精彩表演哈，來也撒下嚟，撒下嚟就厲害嚟咯，睇緊應該請其他哦，常用型高中，然後戲迷用，帶來漂。唱高中都得要唱歌的，也要愛弦的，也要擘大鼓的，也要。做乜嘅東西？嘿，也企到旁邊點點，唔得咧。梗係嚟做乜嘅？
台步有10個年呐，老年大擂台嘅戰呐，冇啊，數十里連彩線呐。三生有幸哦，真嘅啊！你那前唱高中學啊？唔記得有失憶症係咪？唔係啦，都唱高中嘅辦公室。係啊，去練。咪係嘅苗栗有咧學演啊，練團式。要訓練入到我嘅團員咧。嚇。都因為人家隻節目，嗰種本來講本到期愛人係唱下講嘅表演，我都唔曉得啦，我都冇乜好表演。客氣啦，真係。高總唔敢說講吼，自家安尼愛，自家創安尼。嘅高鐵嚟啦，我呀，因為唔開，當然唔開啦。我而家累下。用叫嘛？累下。輕鬆談哦。我就拿麥克風。好，阿甘姐，阿甘拿嚟。啲嘢上衰。都冇衰係咪？唔做唔啲衰到那嘢。係跳到康裕來輪到也是這個啱啱嘅哦。我跳位細細吼。一細啊？咩？我5、6歲就出唱片啦，我唱片今年拿到講嘅啊。金曲獎啊。最佳貢獻獎。咩金曲獎啊？喲。哎呦！傳統嘅金曲獎嘅唱片嗰啲唱片嘅，呢邊啊，唔係呢邊拿到嘅啊，貓膩嘅 Q 年嘅啊，嗰啲唱片都係6歲唱嘅唱片啊。
金曲歌王在这里。哇！你下故事係嘅60年前的事情。要進修啊！那個60年前的事情真嘅啦。重返60年前的事情嘛，好嘛？你下好，你下冇做嘅條路嘅。怪過撇的耶。冇做嘅條路，理由真簡單，因為也個就像彩禮一樣啊。後生嘅時節上親後，我就窮樣，但是豐厚了。咩？因為誰來？咩，很甜哦。誰來會變上會轉上？咩生年的時間會就轉的嘛？15歲變100嘛，40歲又變100。所以啦，安尼高中嘅今天轉台人。唔講呀，轉台人。轉老人。變上噶哈，你可以係冇馬倉嘅，你就靠冇倉。唔，按上辦法，上辦法，尤其為。按照那高價，高中來創下嚟，好嘛？好啦，有朝一日有機會。上衰，冇很裝。好啦，啊你今日真係大家動容喺啲人嘅節目當中看到人嘅參考中嘅精彩表現，吼，係啊。很多謝呢，多謝。好得你啊！哎呀，冇啊，真係好得有一個節目喎，係啊，好得有客家電視台哦。係啊，好得阿爸沒有。好，安尼多謝兩位，請兩位轉嚟 V 嘅當方坐下嚟，哈，各自回到位置上。麥克風帶下應嗎？高中年，好，格拉霍斯。哦，哎呀，好過癮節目啊，真的，我相信觀眾朋友看到一定非常的爽快啊！真的，當然在啲人嘅節目當中，都會看到很精彩嘅表現啊！對呀，當然多謝大家收看啦嚇！假使講大家好錯過，繼續報名啦好，報名專線0993883988係純正天方027778年上。好，今日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哋咁樣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哦，安子謝，謝謝。大家，是梦小娜，謝謝老師們，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大家也都很辛苦啊，謝謝你們。好，咁我們今天下禮拜同一時間的主辦呢，貓捏大擂台，貓捏中下來，再見，拜拜。莫愛將門嘅先啊生，嗰咗乜嘅嘢？將門嘅先啊生，睇嗰咗乜嘅嘢？個啊唔個。哎呀，係天賜良緣啊！係哦，今日上愛玩藝文咯。哦，愛嗱，愛玩係。是不是你要講？給老氣，給強強，給他也同送喜，愛高氣，強發家，也強。sorry，我人人太太累嘅山茶花。